6月22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個人好心地善良，見到人有困難嘅話咧，唔會袖手旁觀，好識得照顧人，為人正直，腳踏實地，不斷努力。呢一種嘅態度咧，往往會令人有一個好好嘅印象。你嘅言行舉止咧，都會幾大膽嘅，亦都唔會拍馬屁，唔覺意會用咗一種命令人嘅態度同人哋講嘢，俾人一種自以為是嘅態度。所以人哋對你嘅評價咧，都幾兩極嘅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嘅佔有欲好強，你好希望咧可以知道對方嘅一切，掌控對方，但係你都有體貼對方嘅一面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好重視家人，而性格方面咧，你會比較以自己為中心，好多時咧有時會強勢，亦都會有時咧保持弱勢，對方難以捉摸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擁有國際性同埋世界級嘅格局，可能一啲海外啊或者國際性嘅公司咧會比較啱你多啲。你好有你嘅諗法，頭腦亦都好靈活，執行力好高，亦都好適合咧自己創業或者係做生意。你嘅工作態度好認真，亦都好踏實，一做起嘢上嚟咧都好似發光咁樣。人哋睇到你嘅魄力，亦都會相信你。揾到你自己嘅目標同埋你自己嘅方向嘅話，朝住你嘅目標堅定你嘅信念，你就可以有揾大錢嘅機會。而你嘅人生課題係啲咩呢？要控制一下，唔好太過干涉人哋嘅人生。唔係每一個人咧都同自己一樣，所以將個專注力咧放翻喺自己度，令到自己強大同埋成長，專注翻自己，對自己負責任。